藝人閃做兵引起社會關注，國防部甲內政部按算要修法，未來若是閃做兵上無判關1年，若是超工拖時間拖到免做兵的年歲，會加重刑度2/3。以後只要是閃做兵，攏袂干那是罰錢爾。花多少錢逃兵啊？有沒有什麼話想跟粉絲說？雙手銬起具體教案，藝人王子捌佇訪問時講，因為家族為團變事免做兵，氣象查出涉嫌去找閃兵集團造假，或也無正常閃做兵。閃避兵的事件一直傳出，引發社會注意。國防部甲內政部正攏佇有個修法，閃避兵要增訂上加刑度1年以上。律師認為，要互閃避兵要無再有機會，一顆罰金就無代誌。最少就是要判1年有期徒刑，等於就是說避免說我們只是你逃避兵役，結果呢只是1顆罰金就這樣子結束了。他們應該有這種想要警示的這種作用。閃逃兵役刑即牽涉2部法律，一個是國防部主管的妨害兵役治罪條例，另外一個是內政部主管的替代役實施條例。相關修法加重閃逃兵役刑責，而且有一致性，對着閃避兵役攏有修正罰則是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另外，故意拖延到度用年齡規避兵役者，加重刑度2/3。軍醫院或者是相關醫療機構的人協助逃避兵役，是不是這樣的這個懲罰更重一點？運用他的醫療專業協助的人，我覺得是恐怕是更要加以用法律來懲罰的。學者認為，現代科技進步，嘛愛防範有人利用藥物和身體狀況佇短期內符合免做兵的標準。建議相關特定免做兵的情況，可能需要延長時間，擱再複檢，防止閃做兵的情形一再發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